第38天，常在我裏面。約翰福音15章1至8節。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培植的人。所有屬我而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所有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，讓他結更多的果子。現在你們因着我對你們所講的道，已經乾淨了。你們要住在我裏面，我也就住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連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住在我裏面的，我也住在他裏面，他就結出很多果子。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什麼都不能作。人若不住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了。人把它們拾起來，丟在火裏燒掉了。你們若住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留在你們裏面。無論你想要什麼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這樣，你們結出很多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。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主耶穌，感謝你把這珍貴嘅秘訣告訴我。愛你亦都被你所愛，愛人亦都接受他人嘅愛。主啊，我雖然做唔到，但係懇求你連接我，滋養我，讓我能夠結出呢一個果子。阿門。